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藍骨子故事頻道。嗱，之前咧就應承過大家會更新片，更新得密啲。而家隔日就有新片睇啦。我係咪好勤力咧？不過咧都要多謝大家可以容忍我咁樣望住我個樣咁耐，又冇一啲華麗嘅剪接啊，或者精美嘅圖片咁樣。不過咧，我自己都會堅持唔用一啲 AI 聲㗎。嗱，而家往後所有嘅故事錄製咧，都會用翻我真人把聲㗎。咁今日啦，我哋就會繼續講呢本阿公講鬼咒墓接住落嚟嘅故事㗎。事不宜遲，我哋故事開始。我知你住邊啊！我知你住邊啊！當時聽到嗰個人喺我屋企門外面，我嚇到即刻跑翻入房，匿埋喺被竇，不斷咁樣尖叫。不過佢喺門外面嗰把聲唔係，應該係話我嗰把聲。即使我雙手都揞住耳仔，聲音依然可以好清晰咁喺我腦海嗰度浮現出嚟。我知你住邊啊！我嗌到聲嘶力竭，試圖遮蓋住嗰把恐怖嘅聲音。呢件事之後呢，我仲失聲咗成個星期，睇醫生要食藥打針先好得返。當時已經唔知過咗幾耐啦，就喺我喊到虛脫之際，就聽到鎖匙好倉促咁樣開門嘅聲響。阿女，發生咩事啊？原來咧係我媽媽放咗工返嚟，喺走廊嗰度聽到我尖叫，佢以為我發生咗咩意外，所以就即刻衝入嚟問我發生咩事。媽咪，有個人喺門外面啊，佢扮我把聲啊，佢知我住邊噶。我好驚咁攬實媽咪，不停咁樣喊，將體內嘅恐懼發洩晒出嚟。傻女，係咪你發惡夢啊？頭先我返嚟嗰時都見唔到走廊有人，媽咪坐喺我旁邊不斷咁樣安慰我。嗱，你睇下，唔使驚啊，外面都冇人。我稍為冷靜落嚟，抹乾啲眼淚，然後望出去。可能頭先媽咪太心急啦，佢入嚟嘅時候竟然唔記得閂門。咁嗰個人會唔會走咗入屋嘅呢？到底佢係鬼啊，定係妖怪呢？自從嗰次之後呢，我就唔夠膽再玩電話。不過怪事依然不斷纏繞住我。我成日都會感覺到屋企有人喺暗角偷偷望我。有一次呢，媽咪煮飯嘅時候，突然間行入我間房鬧我。佢話你唔准咁冇禮貌噶。我根本唔知發生咩事。媽咪同我講，佢話我喺客廳大叫，叫佢煮快啲啊，好肚餓啊，你慢手慢腳咁嘅。但係我一直都喺自己間房做緊功課，除咗喺屋企發生怪事之外呢，我感覺到嗰個人無論我去邊，佢都跟住我噶。有次喺學校小息嘅時間，同班同學就話：咦，乜你咁快翻咗嚟嘅？但係我一直都坐喺課室溫書。不過同學話見到我喺廁所，一直對住塊鏡傻笑，點樣叫我都冇反應。我開始覺得佢係想取代我，搵我做替死鬼。終於有一日，我上堂上到一半，突然間呢，成個人好唔舒服，好想嘔。於是我就舉手同老師講，我話想去洗手間啊，因為我課室嗰層冇女廁，要行落下一層。當我衝落樓梯嘅時候呢，突然間就感覺到背後有人好用力咁樣推咗我一下，嗰股力量咧好大嘅，大到我雙腳離地，成個人喺樓梯頂向前飛咗出去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個修女出現咗。因為我當時太驚，根本睇唔到發生咩事，只係知道個修女喺樓梯嘅下面將我接住。件事都過咗咁多年啦，但係我依然都記得好清楚。嗰陣時，我成個人向住修女飛撲過去，照道理咁樣撞埋落個人度，點都會有啲衝擊力嘅。但係修女嘅身體就好似氣墊一樣，我本能反應伸手想捉住佢，但係完全摸唔到佢有實體。而當時我見到修女嘅外貌就同嗰班同學仔形容嘅一樣，佢生得好高，全身都俾黑色嘅長袍遮蓋住。不過我見唔到佢嘅袖口有手伸出嚟，印象中我都見唔到佢個雙腳。自從嗰次見到修女之後，我就冇遇到任何怪事啦。呢件事過咗咁多年，本來我已經淡忘咗，估唔到今日竟然有同學仔都話見過個修女。
頭先咧突然間衝上台，諗翻起我都有啲失禮啊！嗱，聽完陳老師同我講嘅呢個故事咧，真係令我大開眼界。我假設當修女係一隻鬼先啦，估唔到鬼都會幫人去驅另外一隻鬼嘅。咁不過咧，呢一個小小嘅故事又不足以令到我寫成一本小說，所以我當時都諗住聽完就算啦。呢個故事亦都擺咗喺我腦海2年，不過2年之後，點解又會有成本書都關於彩虹村嘅阿公講鬼咒語出現嘅呢？就係因為以下呢件事。小學音樂室人頭。彩虹村喺2028年開始清拆嘅，最先清拆就係碧海樓、金碧樓、丹鳳樓同埋2間小學。近年香港生育率下降，2間學校早已經搬遷到新嘅校址，而且將2間嘅小學合併埋1間，所以彩虹村入面嘅2間小學啦，已經荒廢咗10年咁耐噶啦。喺2026年嘅今日，外判嘅建築公司接到指示，要派人去檢查村入面嘅建築結構安唔安全，以及入去荒廢嘅小學喺啲主力牆嗰度 mark 一個記號，為拆卸前做一份前期報告。彩虹村估計住咗17000幾個居民，成條村主要由11座大廈去組成嘅。2名嘅建築工人由朝早就入村，一直做到太陽落山都未完成工作。其中一個工人艾力，佢除低頂安全帽，打咗個喊路，喺褲袋拎咗包煙出嚟。另外一位工人蔡哥就喝止咗佢：喂，開緊工仲食煙，萬一俾居民見到，實投訴我哋噶。你唔係唔知最近發生啲咩新聞噶啦？喂，咁我好肚餓啊嘛，肚餓食煙，快手搞掂去食飯好過啦。蔡哥望一望手錶，哇，已經做到夜晚7點鐘啦。艾力就問：咁而家仲要去邊啊？去埋2間小學就搞掂噶啦。2個人喺村入面兜咗一陣，先揾到嗰間小學。蔡哥就研究緊手上面嘅學校建築結構圖，艾力呢就用鎖匙打開學校嘅大閘，生鏽嘅鐵閘打開嘅時候發出刺耳嘅聲響。呢間學校都已經荒廢咗10年啦，操場嘅地面都出現好多裂痕，仲生滿晒雜草。步入禮堂之後，空氣灰塵彌漫，2個人嘅腳步聲喺空曠嘅空間中回蕩。呢個時候，艾力就問：喂，蔡哥啊，你聽唔聽到啊？聽到咩啊？我聽到有音樂聲啊！蔡哥就側起隻耳仔細咁聽，邊有啊？係咪呢度太靜，所以你耳鳴咋？艾力除低咗工作帽，抹一抹額頭上面嘅汗水。正如蔡哥所講，呢個禮堂靜得有啲古怪，即使咧2面嘅窗都打開晒，外面嘅空氣依然冇辦法流通入嚟。成個禮堂就好似一個凝固嘅空間咁，唔單止腳步聲，連心跳劇烈嘅跳動都聽得一清二楚。當佢哋2個行到去禮堂嘅後方，用支筆標記住2條主力柱之後，突然之間禮堂就發出嗒嗒嗒嗒嗒嗒嘅零碎聲響。工人艾力回頭一望，發現禮堂嘅中心竟然出現咗一個籃球，慢慢咁樣喺地下嗰度滾動。所以艾力就好緊張咁樣捉住蔡哥隻手。喂，你睇下，頭先咧呢度明明冇籃球噶喎。唉，可能外面有風吹入嚟嘅啫。蔡哥就走埋去，一腳將個籃球踢出操場。艾力就話：喂，阿蔡哥，你流到成身汗啊，邊度有風啊？蔡哥答佢：喂，你唔係咁細膽啦，我哋嚟做嘢嘅啫，冇嘢嘅。標記完主力柱之後，下一個工序咧就係去電機房，確保冇電力供應。所以2個人就去咗禮堂嘅後方。而正當佢哋沿住嗰條樓梯上去講台嘅時候，背後又傳出籃球嘅聲響。嗰個籃球竟然又喺操場外面飛咗入嚟，艾力就嚇到面都青埋，而蔡哥咧就吞一吞口水，勉強冷靜落嚟。一定係外面嗰班街童玩嘢，但係頭先我哋入村嗰陣，外面都冇人。唉，唔好講咁多，
做嘢先。之後蔡哥就行到去電箱面前，確保冇供電之後咧，就急急腳離開禮堂啦。翻去操場之後，艾力總係覺得有種被監視嘅感覺。喂啊，蔡哥啊，之後我哋仲要去邊啊？蔡哥望一望個工作手冊，抬起頭望向一樓，一樓冇危險，然後就用筆喺空格上面打個剔。二樓冇危險，三樓都冇危險。喂，蔡哥啊！4樓5樓都冇危險啊！我望過噶啦，而家係咪搞掂晒噶啦？本來咧就需要逐層咁樣上去檢查嘅，但係而家眨眼間咧，工作已經完成咗一大半啦。蔡哥再望一望個工作手冊，只係剩翻最後一個地方需要去嘅啫，就係天台。快啲跟我嚟，最後上埋天台就搞掂噶啦。由於學校冇電力供應，所以升降機亦都用唔到，佢哋只好沿住樓梯上到6樓。再由個走廊行到去中間，喺防煙門嗰度咧，先至上到天台。而正當佢哋行到走廊嘅中間，艾力再次聽到鋼琴聲。今次連蔡哥都聽得好清楚，琴聲係喺佢哋身邊嘅課室入面傳出嚟嘅。艾力就抬起頭一望，課室寫住音樂室。今集嘅故事就分享到呢度。想加速連載嘅話咧，記得幫我撳個 like 啦，留言支持下我，同埋訂閱呢個頻道啦。阿公講鬼就無啦，已經喺各大書店啦、誠品啦上咗架噶啦。如果你唔想出街嘅話咧，都可以去資訊欄嘅網店嗰度訂嘅，我即日就會出貨俾你噶啦。今日就講住咁多先，我係藍橘子，我哋下次見。